作為香港最具代表性嘅景點之一，廟街不只承載住深厚嘅本地文化底蘊，更喺早前旅發局廟街夜繽紛專案嘅持續推動下，煥發出新嘅商業活力與旅遊吸引力。物業坐落於佐敦南京街 1F 號嘅南京大廈地下，由約450尺地鋪及約3200尺入規閣樓組成，24小時出入便利，非常適合打造為主題餐廳、特色酒吧、live music 場地等需要空間層次感嘅業務，直接受惠於廟街固有嘅穩定人流與特色消費氛圍。而且其位於街道當眼位置，設有部分行人專用區，行人可以更輕鬆舒適地駐足同埋消費，大大提升店鋪嘅曝光率同入店率。物業更毗鄰佐敦夜生活與酒店聚集區，能夠有效承接夜間經濟及過夜旅客嘅消費需求。交通方面，步行約20分鐘即可抵達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柯士甸站，便於連接大灣區同埋全港各區域，為商鋪帶嚟更廣泛嘅客源。南京大廈地鋪連閣樓嘅配置，不僅適合餐飲、零售等傳統業務，亦都為文化體驗、主題娛樂等新興商業模式提供咗可能性，適合尋求長期穩定回報嘅投資者及希望拓展特色業務嘅老闆。有興趣人士歡迎聯絡美聯旺鋪。